关节疼痛。扶他林2%双氯芬酸2乙胺乳胶剂，深入渗透，直击痛源，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。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，用扶他林2%双氯芬酸2乙胺乳胶剂。遇上感冒、鼻塞、鼻涕、發燒、頭痛，用幸福科達林治療感冒鼻塞，快就係幸福。幸福科達林71年香港知名品牌。 治療感冒鼻塞，快就係幸福。酸的、冰的，一喝就痛，可能是牙敏感。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，2分鐘修護敏感牙。在使用舒適達一段時間之後呢，喝一些冰的飲料，就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。所以說，我很推薦使用舒適達。 89蚊食蟲草，89蚊食蟲草，精品小草展銷價低至89蚊每克，有機蟲草包月食套餐只需1980蚊，一日1斤，營養滿分。買滿30克送2克，買100克送15克。活動地址就喺廣州主會場越秀區東方賓館1號樓1樓良欣堂。食蟲草身體好，有機野生會更好。 電競運動熱潮席捲全球，電競星團同你了解各種知識，準備投入精彩賽事。匯豐呈獻英雄集，點解電競係電競？星期1至5翡翠台。人生漫長，總有崎嶇，一時嘅缺乏令你感到彷徨無助，及時扶持，點滴關愛就可以帶嚟新生嘅希望。 TVB 愛心基金多年嚟默耕耘，為有緊急經濟需要嘅轉介個案提供過渡性支援。基金1分1毫全部都用喺受助個案身上，支持我哋一齊燃亮希望。點滴愛心，及時解困。TVB 愛心基金。 深入後台，認識國際巨星最真一面。奧娛綜合呈現台慶綜藝《紫珊再約黃嘉爾》，星期日晚9點半，翡翠台。來讓我擁抱這個家，全部都放下，總有這個家，長路多遠都不怕，陪着過感激你我他。 來讓愛鋪滿這個家，無懼天塌下，走進這個家，紅日升夏天牽掛，時日過你是最好，聽到嗎？愛回家之開心速遞，星期1至5晚8點，翡翠台。退休生活想點過？舒適安逸定係精彩充實？只要去中山就兩者兼得。記住留意順輝康養特約，灣區安老超凡體驗，帶你實地考察。 逢星期1、3、5，翡翠台。各位，科大獲獎籌辦醫學院，校方話目標係培養具臨床實力、懂得利用科技嘅醫生。科大承諾未來25年投入大約70億籌辦醫學院，將會全球招聘創院院長。科大已經聘請6位。